台中大雅警察分局結合着霹靂布袋戲的數環境，推出着影片，用趣味的方式宣導防詐騙。早間學會武林英雄數環境，這邊來到台中和警察做伙打擊犯罪。大雅警察分局跨界和霹靂布袋戲合作，常常因為確認偏誤、資訊不對稱而忽略了這一些訊息，所以我們利用文化元素的這些影響來深植民心。大雅警察分局講，這幾年詐騙真多，手法嘛定定換新，其中就是網絡購物詐騙和假投資詐騙，民眾上接拄到。那我們這一次就由這3位霹靂最知名的角色來協助大分局這一次的反詐騙的這個廣告來去做拍攝。霹靂布袋戲防詐騙的宣導影片已經在咧網絡頂放送，希望透過影片，讓愈濟人重視。警察嘛呼籲，若是有發覺有嫌疑的，會當卡號105反詐騙的電話來查證。Hello， 我是林仙怡。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